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届中国功夫搏击联赛70公斤第2轮。现在呢是4进2的一场比赛。首先呢，红方的出场的是沙一兰沙一兰的话呢是第1轮的时候是第1回合，技术性击倒 TKO 了他的对手魏小凡。杨慧勇，黑方的选手，27岁，来自云南，身高1.75米，那他的 CKF 排名上升了1位，是现在是26。时间，好。时间4动作再考虑。你看啊，但是呢，杨慧勇绝对不是软柿子对，没有那么容易就拿下。对，沙一兰呢打这个魏小凡的时候真的就是击了咔嚓，轻而易举。击了咔嚓，魏小凡就很郁闷的被干掉了。对，都还没有亮相好。魏小凡这次的状态没有上一次好，对，上一次联赛的时候魏小凡发挥还是不错的。这次的话呢，赛前去了解他这个训练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这次比赛的准备不是特别充分所以说呢，这个你要打比赛尤其是来到我们 CGL 赛场。现在高手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打，所以你一定要去怎么说呢？提高自己的技术。没错，做好充分的准备，对，保持最好的状态。现在双方就是在这个一个预热阶段找着自己的攻击的这个距离。赵老师，你看他们两个，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说的，他们两个的这个脚都是很全的在着地，是不是两个都不是练散打的？他们不是打机器的。这个摔票，赵老师，这个似曾相识。对，吓我一跳这个。但是杨慧勇呢，这个就是有储备，他呢恢复到了封闭式防守。就是用自己的腿盘住这个对方的胯。杨慧勇的这个地面呢是有一定储备的我们就是看他能不能限制住这个沙一兰的这个摔倒，上位的这种残暴打击。你看这一下，我太残暴了。沙一兰呢是不想让他起来。对。你看他抓着这个杨慧勇的双脚想把杨慧勇甩到一边，他是想过腿，但杨慧勇呢就是不让你过然后马上起来了。但我觉得沙一兰是最快的一个选手，就是他的那个出拳，对下前什么的特别快，特别快。他拳还是他拳还一般，我觉得他拳不能特别说，他下前这块就给人威胁很大。对，他的拳应该是很重那种你看他做一些这个假动作，其实杨慧勇可以尝一些正蹬。如果我实在我就正蹬了，就直接弹踢他的下巴。因为这个沙一兰的双手张得比较开。打这种选手呢，低扫是没有用的。低扫。对，低扫是没有用的，没有任何高扫的话呢，也是成功率稍微也不是特别高，因为呢，除非的话你就是特别快的那种腿。OK。因为沙一兰的这个手架比较高，你看，你只要是一打空，他一下子这个摔跤手下前的这个就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真的是，就是你很难防得住，躲得很准对。面对一个摔跤手呢，你不被摔倒是几乎是很困难的。是。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摔倒之后的话，像杨慧勇这样，我要去瞎行，我要去利用自己技术，要限制对手去击打我，然后我要找机会去降服他。杨慧勇降服他呢也比较困难，我觉得至少的话，如果出现降服，有可能是第3回合。就是在沙一兰的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多的情况下。你看沙一兰过腿这下非常利索，对，干净利索，很快，就是很快，利索，太利索了。这个有点危险这个不应该让这个牺牲这么快。快加减，不要瞎做你还不是不做不要给他这种机会这种机会真的是危险了。我听见声音很大声。
对对，非常的厉害。这2下的话就可以。下板，漂亮。这个漂亮，这个漂亮。下面宣布本场比赛结果：红方选手沙一兰 TKO 获胜。沙一兰啊，真的是这个公斤级的一个悍将。他呢需要解决的，我觉得还是就在站立上面啊，他还要更细，还要更细，特别是有特别好的拳法，他不一定有非常好的腿法，因为他是一个摔跤系的，对，啊，就是但是你要很好的拳，啊，要更技术要更。